内政部有查出全台湾有5个村里长是有中国的身份，其中呢，这花莲县富里乡核电村长郑万华已经予乡公所加以解职，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。那郑万华是表示讲，伊会提起诉愿，目前只通交予法院来裁决。 在这里蒋东林红赛身躯边，伫万华律师情绪真激动。伊讲，伊过来台湾已经28天，早就是台湾的居民，所以因为伊无放弃中国国籍被解职，讲这种要求根本是要改掉。因为你一旦开了，就表示你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了。谁会给你开这个东西啊？如果他今天我这个搞成了，就表示陆配以后都不能参政了。 郑万华1997年自中国四川来到台湾，17年前摕到台湾的身份证。2022年第一遍参选核电村村长，并且当选。在地乡亲对伊的评价拢袂歹，伊被体质大也真唔甘。台风的时候，有时候我看他4、5点就出去行事啊然后我觉得他做得蛮不错的。副理乡长讲，内政部自去年10月就开始内文，要求用国籍法办理解职的代志。因故依照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，即马台湾甲中国是两华，并不是两国，所以郑万华无法度放弃中国籍的身份，中国也无可能开证明，所以希望将这边解职的代志用诉愿加行政诉讼和法官来认定。村长啊，毕竟也是这个村民啊，一票一票投出来的，并不是国家付给他的一个职务，所以行政机关剥夺了他的身份权啊、名誉权啊、生存财产权啊，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处理上非常的一个慎重。内政部发新闻稿表示，国籍法有明文规定，民选公职应该伫咧就职进前就办理放弃中华民国以外国籍，并且伫咧就职的1年内完成放弃，并且提出证明资料。若无将会被解职，若不服会当提诉愿。伫即马全台湾总共有5位村里长有中国籍的身份，新北市2位，台北市1位，桃园1位，是毋是会拄到同款的情形？各市府单位正伫咧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